自后2025年7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帮赞之足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撒母耳记上卷第7章第10到1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撒母耳记上卷第7章。基列亚林人就来，接上主的约柜去山顶阿比拿达的厝，因任命伊的囝以利亚撒固守上主的约柜。约柜留伫基列亚林有20年久，以色列全家痛悔归向上主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讲：你若要专心归顺上主，着对恁中间除去外族的神明，甲亚斯他录女神，坚决归向上主，只有服侍伊，以为救恁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以色列人就除去逐所在的巴力甲亚斯他录女神，只有服侍上主。撒母耳讲：着组织所有的以色列人来米斯巴，我要为着恁向上主祈祷。因就组织伫米斯巴唱水倒伫上主的面前。迄日因禁食，伫遐忏悔讲：阮有得罪上主。撒母耳就伫米斯巴裁决以色列民间的案件。非利士人听到以色列人伫米斯巴聚集，因的首领就出兵攻击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听到就真惊。以色列人甲撒母耳讲：请你继续为着阮求叫上主，咱的上帝，求伊救咱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撒母耳就用一只正恁的羊仔做烧烤祭献予上主。撒母耳替以色列人求叫上主，上主有听伊的祈祷。撒母耳在献烧烤祭的时，非利士人逼我来要攻击以色列人。迄日上主大声弹雷攻击非利士人，拍乱因，因就刣输，对以色列人的面前逃走。以色列人对米斯巴出来，追赶非利士人，追杀因直到逼甲附近。撒母耳伫米斯巴甲线的中间，采一块石，甲伊号名叫做以便以谢，讲：到今仔日，上主一直有伫帮赞咱。对迄日起，非利士人就屈服，毋敢搁侵入以色列人的领土。撒母耳活地的时，上主的手阻止非利士人的侵犯。对以吉伦到加德，非利士人抢去的城，拢向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收回拢总的领土。迄时，以色列人甲迦南人和平相处。撒母耳一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但是伊顺势逼着伫吉甲、米斯巴这个所在，裁决以色列民间的案件。伊顺势了后，还会倒去伊的故乡拉玛，伫遐做士师。伊嘛伫遐为着上主去一座祭坛。帮赞之足，伫生活中，人总是期待会通有一位供应者，通随时满足家己无限的欲望和需求。伫充满不安甲危机的局势中，人总是期待强大的保护者会当随时出现，带来全面的护卫甲平安。对伫需要听候付上代价，甚至忍受苦难的信仰，大多数人拢兴趣欠缺。对着科技发达、智慧型手机的功能，差不多会当满足人的各种愿望。只要一支手机仔伫手呢，生活中无论
大行者清的需求、天文地理的财物、玲珑满目的资讯和各项服务，大部分拢会当迅速满足人的需求。毋过，人的属灵需求并袂当靠这外在的资讯得到满足，人也袂当因为获得快速的服务，就互心中的烦恼拢卸下。对伫属灵的需求，人必须亲自甲上主面对面，用心灵真实的交托，才当真正体会到有你真好的满足。以色列人甲约柜安放点基列亚林了后，历经大约20年的平静日子，伫人民的心目中，上主的地位逐渐取代遐个迦南的偶像神明。人伫日常中拢转向上主求助，因为安尼，当撒母耳呼吁以色列人爱弃绝外族神明和阿斯塔略女神的神像的时，人拢愿意照办，独独服侍上主。只是无想到，当以色列人自责到米斯巴，虔心向上帝认罪悔改之际，非士人却联合起来，趁以色列人毫无防备之下突击。对伫咧敬拜现场的群众来讲，这真正是莫大的灾难。不过，伫这互人惊恐的威胁中，群众并无乱做一团，各自逃命，反倒是请求撒母耳为众人祈祷，祈求上帝会当救因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因对撒母耳讲：“请你继续为着阮求救上主，咱的上帝，求伊救咱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”经文中的“继续”这个词，原有沉默不语的意思，中文和合本译作“不自得”，意思是请求撒母耳为众人面对被攻击的危险处境祈祷，持续不断踮上帝面前呼求。只见撒母耳无紧无慢，先抬一只羊仔，伫面对敌人大军特别压境的现场，做烧遐济献上，专心向上主祈祷。就伫撒母耳献祭的上时，非利士人前来攻击。伫这个时阵，上主对天顶连续雷击，互因溃散逃逸。以色列人就沿路击杀因，因为上主的帮赞，全面得到胜利。受到的攻击无所不在，就亲像吼叫的狮仔，四界超找通吞者的对象。伊袂大声向你预警，也是等你甲伊有对等的实力才攻击你。总是迄个名号做以便以谢，见证上帝拯救帮赞的石头，永远提醒咱，上主一直在帮赞咱，咱的确着专心仰望伊。默想，伫我的生命经历中，捌留落上帝倒一寡的帮赞记号咧？这个记号是毋是提醒我更较信靠上帝咧？伫我的生命经历中，捌留落上帝倒一寡的帮赞记号咧？这个记号是毋是提醒我更较信靠上帝咧？咱来祈祷，上主啊，你是我随时的帮赞，求你伫我面对危难的时，也会当坚定信靠你、仰望你。互我亲目看见你伫困境中为我拍开出路，就继续勇往直前。靠主耶稣得胜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